好啦，咁啊，繼續要頒呢個獎項咧，亦都係非常之重要，而且係受我哋業界嘅尊重嘅，因為就係終身成就獎。咁啊，頒發一個咁重要嘅獎項咧，我當然要請出一個重量級嘅人馬嚟為我哋頒獎嘅。咁啊，有請王家衛導演。大家好，終身成就獎唔係金像獎一個常規嘅獎項。因為每一個得獎人必須要金像獎嘅屬會全票嘅通過。今年係香港電影100年，咁金像獎希望借呢個咁特別嘅時刻，向今晚呢一位獲獎人致以最高嘅敬意。蕭芳芳原名蕭亮，出生於上海。2歲嘅時候跟隨母親嚟到香港定居，喺5歲嘅時候開始做童星。第一部演出嘅電影係《小星淚》，而佢嘅成名作就係同中國影后蝴蝶合演嘅《虎兒流浪記》。其後，芳芳姐拜京劇名伶粉菊花為師，同時亦都對西方舞蹈加以研習。所以去到60年代，不論係古裝武俠片抑或青春歌舞片，芳芳姐都演出得心應手。代表作包括有《槍》、《冬戀》以及《飛女正傳》等等。當時芳芳姐更加同陳寶珠、薛家燕、馮寶寶等組成享負盛名嘅影壇七公主，而一向被視為摩登有衣着品味，喺當時影圈潮流指標嘅芳芳姐，唔單止成為當時電影圈嘅矚目現象，更加係香港社會嘅時代標記。踏入70年代，芳芳姐急流勇退，遠赴美國攻讀大學，3年之後，獲得學士榮譽回港，再度參與多出優質電影。其後，蕭芳芳加入電視圈，佢所創造嘅角色林亞珍再次風靡全港，亦都帶動一系列嘅林亞珍電影。芳芳姐雖然婚後減少演出，但係每次演出都大獲好評，叫好叫座，不單止2度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主角，而女人40連奪香港電影金像獎、台灣金馬獎以及柏林影展嘅最佳女主角殊榮，同時贏得亞洲電影人協會頒贈嘅最高成就獎，為港爭光。而虎道門亦都再為芳芳姐贏得亞太影展同埋台灣金馬獎嘅最佳女主角。一直立志幫助青少年嘅芳芳姐，除咗電影成就之外，亦都致力投身社會服務。喺1998年創立護苗基金，利用佢嘅影響力回饋社會。響超過50年嘅演藝生涯裏面，每一個階段都能夠成就經典，每一個演出都可以感動觀眾。芳芳姐學貫中西，不論國畫、書法、歌唱、舞蹈都有一定嘅造詣。努力不懈嘅學習精神，關懷社會嘅高尚情操，絕對係我哋嘅榜樣，值得我哋一再表揚。對唔住啊，因為個獎好重啊，我嘅腰唔係幾好，隻腳又受傷，所以唔好意思啊。你得唔得咁樣？使唔使佢哋幫我揸住？我幫你揸住。多謝你哋唔拍手啊！多謝。我唔知道大會原來安排冇聲嘅呢個鼓掌係咁樣嘅，多謝大會，多謝晒。一個演員咧，如果唔可以再聽到掌聲，一聽到就會病，咁呢個演員咧玩完㗎啦。所以咧，鬼仔、包女，你哋都冇需要恨，即係除咗即係去到好似我咁殘，如果唔係你哋都唔使慌可以攞到呢個獎。我好多謝大會所有嘅猛人俾我嘅恩賜，多謝電影圈內圈外所有嘅朋友咁多年待我咁好，同埋帶咁多錢入我袋。
我個女話提醒我一定要多謝家人，好在我屋企人好少。